9月12日开始分嘉南戏剧界的大代志老大新艺特别开始咯。有真侪出戏剧甲台语的电影会伫云林、台南佮有嘉义几间老戏院来放送哦，嘛有布袋戏演出，咱做伙来欣赏。 3脉动的翁仔来起鼓，结合家己县、云林县甲台南市的老大新艺开合作计划，要来替老戏院增加活法的技术元素。他其实把这样新的表演艺术也带到这样的老戏院里头，在疫情的时代，其实，在这样小而美的环境里头，其实更能够去亲近民众。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让这些渐渐没落的这些老戏院，其实能够结合新的表演艺术。 3个县市老戏院做伙合作，除了有少年艺术团队的表演，还会放送一寡台语电影甲老歌。3脉动表示，较早亲像连续剧的连本布袋戏，这届嘛会来演出。这次的设计就是让所有的年轻人跟老一辈的都可以在剧院里面重新回溯到当年的剧院布袋戏的时空，看这个连本布袋戏。我希望讲这种的活动会当带出新的一代来认捌咱的老戏院，而且变成咱的产业会当发展起来安尼。 这届活动为9月12日开始，一直到10月初10。嘉义县政府表示，透过县市联名的方式，让老戏院会当正做新的舞台，嘛让少年人来了解台湾早期的戏院文化。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